王澤林又一次打入 ATP Master 1000正賽。咁多位觀眾大家好啊！今一集想講下 Coleman 啱啱喺 Cincinnati 嘅 Qualifying 打贏咗佢嘅第二輪比賽。Coleman 呢係面對住世界排名第114位嘅芬蘭球手維爾塔寧，最後呢係經過2個 tie break 以7-6、7-6擊敗對手。其實今日呢場波呢對 Coleman 嚟講都係一個幾有故事性嘅比賽啊，因為今年2月喺 Davis Cup 呢，二人就曾經對戰過㗎啦。當時 Coleman 係以5-7、2-6落敗，所以今日呢再一次碰頭呢 Coleman 絕對係有復仇意味。而今次呢，我都覺得佢打得好冷靜。第一盤雙方一直拉鋸啦，冇人係輕鬆拉開比數㗎啦。最後呢，就打到去 tie break。Coleman 喺關鍵嘅分呢處理得好好啊，就先贏咗第一盤 tie break。去到第二盤呢，雙方互有破發一次，再次打成均勢啊。結果呢，又係 tie break。Coleman 再一次頂住壓力啦，就以7-2贏咗第二盤 tie break。最後呢，係直落2盤擊敗咗芬蘭嘅維爾塔寧，成功躋身入到正賽啊！呢個呢，亦都代表 Coleman 又一次企喺 ATP Master 1000嘅正賽舞台。喺上年嘅 Cincinnati Open 呢 Coleman 同樣都係由資格賽打起嘅，最後呢，係喺第2圈止步嘅，當時係輸咗俾 Ugo Humbert。所以今次再次由資格賽突圍，球迷一定會好期待佢可唔可以再次創造驚喜呢？講起 Cincinnati 呢，其實今年嗰個 draw 都算係 open 啊，因為呢好多球員呢都因為受傷而冇玩到呢個比賽，例如 Sinner、Alcaraz、Bublik、Holger Rune、Fokina、Moon 等等啦，呢幾位全部都係有傷嘅，除咗 Bublik 啦，Bublik 我諗佢純粹想放個假。點解咁講呢？因為其實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呢，依家 ATP 嘅 Master 差唔多全部都轉晒做2個禮拜呢個 format。對 ATP 嚟講啊，呢個梗係好事啦，因為賽事呢可以變得更加大型啦，吸引更多觀眾，同時亦都增加收入 ，which is 最重要嗰樣嘢啦。但係問題呢就嚟啦，對於球員嚟講，2個禮拜嘅 Master 係咪真係一件好事呢？其實最近包括 Zverev 啊、Tsitsipas 等嘅球員呢，都曾經公開批評過呢個賽制啊。最主要一個最大嘅問題就係佢哋冇時間去 recover。一個球員如果喺 Master 1000打到去後段呢，可能連續10幾日都係留喺比賽嘅環境。就算今日冇比賽呢，佢都唔係真係放緊假㗎嘛。佢要練波啦，做體能啦、recover 啦、physio 啦，仲要做下 media 啦，準備下一場比賽咁樣。所以對於球員嚟講呢，其實負荷係好大嘅。咁 Tsitsipas 就曾經批評過呢個新嘅賽制啊，其實係令到球員缺乏咗足夠時間去進行 intensive training。咁即係話呢，球員冇時間真正去升級自己啊，即係冇時間去 sharpen 佢哋嘅 skills。仲有另外一個問題呢，就係 injury 啦。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呢？最近真係多咗球員係受傷。我第一時間諗起就係英國嘅球員 Jack Draper 啦。我係戥佢覺得好可惜嘅，因為呢，佢曾經係打到去世界第4啦。佢打得好嘅時候呢，真係好好啊，但係好無奈嗰個維持到嗰個水平而唔受傷，實在太短時間啦。好，我好似有啲拉遠咗少少，咁我哋講返正題先。我覺得今次呢 Coleman 可以由 Davis Cup 嗰陣時輸咗俾芬蘭球員啦，到今日呢係用2個 tie break 去贏得呢個比賽㗎。咁 Coleman 就用行動證明咗輸過一次唔代表下一次都會輸。最後恭喜 Coleman 啊，又一次登上 ATP Master 1000嘅舞台。唔知大家對今屆嘅 Cincinnati Open 有咩諗法呢？你覺得 Coleman 會打到去第幾輪比賽呢？又或者你覺得邊個球員最後會奪冠呢？歡迎留言話我知。如果你鍾意呢一類型嘅網球資訊內容，希望你可以幫呢條片俾個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都鍾意打網球嘅朋友。咁今集就去到呢度先啦，拜拜。